大学分发今日放榜，今年因为招生名额比去年佮减少超过5000人，所以欠额嘛比去年减少要4000人，这露出率就超过94%，露出率甲欠额拢是最近这3年以来上界低。大学考试分发委员会15举行记者会，公布这届大考统计结果。受到招生总名额比去年减超过5000人的影响，今年学校开放招生煞招无甜的，有31间学校，也有2505个名额无人来读。这届登记的人数是37069个人，总录取的人数是35076个人，录取率是94.62%。分发后缺额有2505人。较去年减少了3959名，这是近3年来那个缺额最低的一次。这届大考拢总有31间学校有招生招无甜的情形，其实实践、中营、甲大业等6间私立学校，拢超过200个名额无学生来读，上济是实践296个名额。委员会表示，工程甲资讯学群要是较受欢迎的，也若文书甲体学等招生招袂甜的情形，要是甲往年差不多。不担心啦哦，大概就是也是一样，跟往年一样，大概就是趋近于一个稳定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。我们学校在那个开始的时候有几乎是挂零嘛，这是其实那个名额都补满了。另外，这届东华大学有97个名额无人读，台东大学有40个名额。有人质疑讲，敢是受到地动的影响？从三个来看，就是第一个学生的一个喜好度，第二个就是在这一个学校的一个地区性以及学校办学的一个特性啊，不会去跟这一个自然的这一个灾害有任何的一个推入。委员会提醒考生，为15开始提供分发结果说明的系统，让考生来查因填的志愿，也有无录取的原因。考生若是有疑虑的，在19进前会当申请复查，会统一在2日公布复查的结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